先来关心的是，这中华文雅体育场伫咧管制期间，阁有分普年的技能出货流起到市面。即马地检署是扩大来侦办，除了约谈这体育场3个员工以外，嘛去敲这台中的量中2店。检方伫咧讯问这姓林的负责人了后，是认定伊涉嫌违反着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也阁有诈欺罪，所以落尾予伊以20万来交保。这个月初是中央公布中华文雅体育场的机能分普年超标，结果伫管制期间却个违规出货，找到甲机能卖去台中的量中2行。中华地检署17大规模搜索量中2行，侦讯了后，检方认定姓林的负责人涉嫌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加诈欺罪，以20万交保。分普林鸡蛋案件，本署持续追查药品来源，昨日约询畜牧场人员厘清案情，讯后请回。管制鸡蛋流向部分，搜索涉案鸡蛋商，并带回负责人，认为涉犯诈欺以及违反食安法，罪嫌重大。讯毕后，交保新台币20万元。针对文雅体育场验出机能有分普年超标，中华地检署顶礼拜就以涉嫌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加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立案调查。牧场姓陈的负责人列被告，除了调查分普年的污染源，嘛要追查管制期间机能是安怎流去市面上的。中法院长就讲，若管理单位有过失，一定会处分。检察官都已经介入了哈，那只要说有这个疏失的话，我们该惩处一定会惩处。因那目前中法院政府封存的分普年机能，17管府接到地检署通知，相关单位随甲这的分普年机能销毁，由动风所、卫生局、环保局加政风处共同派员处理，部分留作证物。其他计共25万粒的管制机能已经全部毁掉。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